回来给大家来。情悲伤的天地我的我就擦亮亮，因为耶稣伤改变，我的生活快乐自，期待归了有期待，就在万家的所在。第二站，国家兴亡高士义，在地天相亲，世界平和大富贵，
我要唱歌称赞上主，因为伊有大胜利，伊将战马甲骑马迄落海中。上主是我的快乐，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伊是我的爸的上帝，我要尊伊做大。咱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20首，圣诗20首。圣父上帝点天顶。咱三个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恁着真心、真性、真意领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手张是讲，恁着听出伊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由我甲先基的总分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三个用上帝话来启用，启文第14篇，记载诗篇46篇。我来启，让这来用。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快乐。虽然地大震动，山因为海涨摇拽，咱拢稳定。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城欢喜，上帝点伫啊，城一定袂摇动。列邦花花好，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
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钱经，斩断手，放火烧剑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只愿无所不在的主，阮的上帝，阮的天父，当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大心要摆列阮的感谢，因为你无论日时、暝时，拢做阮的帮赞甲保护者。阮拢是你手下羊，你是阮的大牧者。有时你带阮到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也就是伫日常生活的当中，互阮拢顺遂平安的环境。总是有时阮也捌伫世间的大沙漠的中间来行袂路。甚至阮的心神戆硬，意志软弱，心情真艰苦。还佫你，互阮有机会，通用祈祷来求救你。天父，阮知你怜悯体贴阮的有限性，就是阮爱有看起才有准信的弱点。你有就找阮的救主。基督耶稣成做人的款式，来踮伫软弱人的中间，医病赶鬼，赦罪，搁传天国的好消息，甚至出在人的骄傲甲误解，嘛为着正人的罪受死伫十字架顶。主啊，愿一面笑念你即款极权的牺牲，总是也一面恳求你的赦免，因为阮所爱做的好，阮无法度去行；阮所无爱的歹，阮却偏偏去行。求你施恩怜悯，即时阮也要恳求你赐福，伫阮所要听你的中部。义牧师所传达信息的真理，互阮刻条伫心里，行做，拢照你的准情甲你的旨意。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圣歌队要带领咱来敬拜，因今仔日要吟的诗是《山顶的脚印》。
咱恭敬来读上帝话，记载新约路加福音第8章，咱要对26节看到39节。路加福音26节第8章26节。耶稣甲门徒坐船去加利利的对面岸，极拉心人的地区。耶稣落船上岸，有一个鬼附身的人对城里出来拄着伊。这个人已经真久无穿衫，嘛无住伫厝内，拢住伫蒙仔埔。伊一个看到耶稣，就趴伫伊的面前，大声发：至高上帝的囝耶稣，你莫插我恳求你。毋通甲我苦楚，因为耶稣有命令邪神对即个人出去，邪神捌真济摆甲伊掠地，人甲伊关起来，用铁链甲伊链，用骹铐甲伊铐，毋过伊甲锁链拢扯断，
佮互鬼赶去旷野。耶稣问伊：你叫做甚物名？伊应讲：文团，因为有真侪鬼甲伊附身。31节，鬼哀求耶稣毋通命令因入去深渊。迄时，附近的山坪有一大群猪在讨食，鬼就求耶稣，互因入去猪群。耶稣准因，鬼就对迄个人出去，进入猪群。规群猪就对山坪冲落去湖里毒死。遐个饲猪的人看到所发生的代志，惊甲走去城内，甲乡村报人知。众人就出来，要看发生啥物代志。因来到耶稣遐，看到邪神已经对伊出去，迄个人有穿衫，精神正常，坐伫耶稣的脚前，因就着惊。看到即个代志的人，就将迄个互鬼附身的人安怎得到医好的代志，甲众人报告。吉拉心附近所有的人，求耶稣离开因遐，因为因非常惊惶。耶稣就坐船倒转去，鬼对伊出去。迄个人求耶稣爱要缀伊去，毋过耶稣叫伊转去，讲：叫你转去恁兜，将上帝为着你所做的一切代志报互人知。迄个人就转去，将耶稣为着伊所做遐尼大的代志，宣扬互全城的人知。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佮遵行去行。今仔日是教社主日牧师季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无付袂起的代价，只有看袂见的价值。各位亲爱的弟兄妹，大家平安，哈利路亚！真欢喜，咱会当伫主日的即天吼，咱守伊做圣，三个同心来敬拜咱的上帝。哈利路亚！愿荣耀的主，互咱才来尊重伊最大。今仔日即个主日吼是教社主日，咱中会有举行即个港台交换。感谢主，互我当来受派来到咱的教会，而且甲咱请安，阁来正道。教社主日是伫咱的无论是总会，还是伫咱的中会中间，拢真要紧。因为有常常的活动，也有常常的事工在做。我以前嘛捌做过教社部长，伫迄间我感觉我非常非常的无用，比我做任何一步搁较无用。因为真侪代志拢爱应对，搁做迄个随时的处理。像最近咱拢知影，伫即个乌克兰的战争的中间，咱的中会甲咱的总会嘛拢有发动即个募款，有去支援即个国家。搁前顶礼拜即个阿里山嘛有即个信徒的厝火烧，咱总会嘛有发动。咱将这钱赶紧，搁即个要物资赶紧甲伊支援过去。搁最近咱拢知影雪荒最近闹雪荒，所以咱中会嘛有伫咱的周报嘛有顶咱的伫8月24就是过来即个拜三，要伫新澳病院的青仔脚要伫遐来举办一个关会的活动，嘛请咱多多来响应啦，咱迄个就是讲，用你的热血用你的热情热血来支持有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拢真需要咱来支持咱的教社的事工，伫咱的周报的内面有这红印地今仔日就是来遮，牧师就是来遮来替教社部来募款的，希望咱大家多多支持。好有当时咱会想讲我的奉献。甲我付出的这金钱，
到底是要安怎使用，要安怎来真做有需要、有帮助的人的心上，安那才当来对因有真大的利益。但是咱安想的时阵，咱拢加减，咱会去想讲，我付出的，甲我得到的有应得无？咱拢知影奉献就是咱奉献予上帝。啊，毋过伫咱的奉献的这钱，毋知要安怎才会当帮助有需要的人，还是讲上帝要安怎来使用伊？咱去牧师要用这段咱拢知影的故事来甲咱讲这相关的信息甲道理。哦，今仔日这个故事，我相信咱大家拢真熟吼。今仔日的经文，这当讲是咱若是自细汉拢读主日学吼，一定拢足熟这个故事啦。这个故事就是安尼，咱看来感觉讲，有够精彩啦，够厉害。安尼一个人的内底吼，有带鬼啊，鬼附伫伊的内底，而且毋是一只吼，是偌济。内面吼，咱拄则看迄个白话语讲军团呐，伫迄个课本讲群呐，内面安尼规群的鬼伫内底，敢有可能？敢有可能？我等下要来甲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所拄着的代志，真正有可能，真正有可能。而且吼，即群鬼佫竟然佫好打吼，佫甲耶稣讨价还价，安尼佫甲耶稣安尼求啦吼。尾仔耶稣答应因父亲伫这群猪仔的身上，这猪仔就装入去乌林来掩饰。咱若是看这个字面来看，其实咱会当看出一件代志，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价小。来，咱甲今仔日牧师正道题目，咱来读一解好无？把咱做来读，来，请保付袂起的代价。只有看袂到的价值。即句话吼，我伫几当前，我感觉真好吼。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反省，好用的有一句话，所以我就家己记起来。即句我来记起来。无付袂起的代价，只有看袂见的价值。咱若是看即个故事，咱会当看讲，哇，耶稣较用阮遮个鬼吼，装入去遐猪仔的内底。即群猪吼，约有2000只。这猪仔死去，毋是这钱就无去啊！这钱就泡汤啊！咱大家敢知影一只猪仔拢卖偌济钱？这而且这个是2000只的猪仔，这猪仔若死去了后，毋是造成佫较大的负担嘛？为什么耶稣要答应这件代志？这个计数，这个计数，较会安尼无法度。耶稣若无想无清楚吗？耶稣若无答应这个鬼吼，可能有其他的方法。为什么耶稣要答应这个代志？我这个故事我看到的代志是啥物？我咱甲回应吼。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一开始耶稣吼对这个加利约到伊对面一个叫做吉拉辛的所在。伊一落船的时阵，还是我这较无啥个。伊一落船的时阵，伊就拄着有这鬼附身的人，安尼来撞伊，来找伊，到尾这鬼就入去这猪仔的内底。好，咱来看到这个价值观的冲突。伫这故事内面，我要甲咱讲的价值观的冲突。耶稣在意的是人的性命。安尼敢毋是讲耶稣无在意猪仔的性命？毋是哦，耶稣在意是人的性命。毋过咱来看，吉拉辛的人，因在意的，因重视的是为着因会当带来利益的猪，带来利益的猪。咱今我的正道要甲大家讲，什么是叫做计数这个主题？因为咱一般大多数的人，拢在意的是这个物件的计数。计数，咱讲价格啦，偌济钱？若是讲即个物件，咱感觉讲卖到足俗，为什么伊叫做俗？是因为即个物件咱真介意，即个物件伊本身，咱应该知影伊可能是偌济钱。毋过即个钱是较低，咱会感觉即个物件足俗。毋过即个钱若是较悬，咱的期待也是咱的认为的即个计数，咱会感觉即个物件较贵。
咱看吉拉新的人，因就是安尼，因感觉即件代志对因造成真大的损失。为着要互咱更较深入了解这段经文内面的意思，咱了解这个经文的背景是真重要的。所以我要伫遮来甲大家来看当时这段经文的背景吼。咱伫这段经文内面，咱会当看到有4个无清气的所在。第一个是地区的无清气，第二个是猪有啥无清气，第三个是猫的无清气，第四个是鬼。第一个地区的无清气，咱知影这个吉拉新伊的所在是位伫这个加利利湖的这个东岸，啊，伫这对面，因隔这个湖吼，因相对，住伫这个加利利湖这边的人是看袂起对方这个吉拉新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加利利这个人大部分大拢是这犹太人，因就看袂起住伫这个对方的这个吉拉新的人，还是外邦人所徛起的所在，所以因对伫因有真大的这个歧视啊。一般来讲，因这个犹太人足少到伫对方啦，因为感觉去迄个所在无清气，因去遐会去念着遐无清气的物件，所以因足少会过去，除非有必要。啊，第二个是猪，哦，第二个是猪无清气吼。咱知影吼，一般咱若讲到猪吼，对咱的印象吼，伊就是安尼啊，泰戈啦、啊笨蛋吼，一种的动物啦。哦，咱有当时啊，咱若讲吼。咱别人也讲啊，你做成猪的吼，咱会感觉咱真艰苦吼。猪，因一般来想的是比咱所想象的搁较无清气，因为猪这种的动物，伫摩西律法的中间，这是一个无清气的动物，所以犹太人因是无食猪肉的。我伫高中的时阵，啊，迄个时阵伫阮的班上吼，有一个转学生来到阮的中间。伊是住伫迄个黎巴嫩迄边迄个地区的国家的人，迄阵有迄个迄个波斯湾战争，吼所以因全家倒来台湾来徛起，伊就到阮班上，迄个时阵我就甲伊真好吼。过阮常常就是出外口食物件的时阵伊拢会做细意若是有伊做侪物件伊袂当食，就照因的规矩做侪物件袂当食。有一届我带伊去我遐边仔有一间迄个关东煮的吼，咱知影关东煮内面有迄米花嘛伊看到我食迄米花伊就甲我骂呢，伊讲你种花物件你敢食？这足无清气的伊就伫遐安尼讲。迄阵我才知影讲，原来因是无咧食即种有花的物件甚至讲因的迄肉若是有花的即个肉，伊嘛拢爱先泡过。家内面的花拢安尼泡掉了，安尼白色色安尼，因才要煮安尼。所以伫因的中间，我知因是无食猪肉的。当然因无食猪肉嘛，无人会饲猪啦。毋过即个所在，咱看到，这猪什么人要食？这猪什么人要食？外邦人要食，是外邦人咧食。吉拉新即个地区的人，因为因带着真济这外邦人，所以因饲猪，这是足自然的代志。毋过伫犹太人的眼中，即个无清气的地区，佮因为饲猪，佮较无清气。第三是猫啊，猫这咱当然知影，迄是无清气的所在啦，无清气的所在。一般来讲，伫地区的中间，若是有猫仔埔，也是讲伫猫仔埔的边仔的厝，拢会袂较俗，因为迄是算讲是一种险恶设施。阮的教会有一间厝伊是一间大楼内底，毋过即个大内面有猫啦，迄阵的人无法度耍走的，无耍走的，所以迄个地区迄个所在的厝就较俗。所以这是一个险恶设施，咱知影。对一般的人来讲，迄是无清气的所在，特别对犹太人来讲，因是袂当去摸着即个死人，尸体对因来讲嘛是无清气的，所以这个所在更加是无清气。第四个是鬼，鬼这我想毋免解说，鬼本身对咱来讲，迄就是一个无清气的象征，嘛无人会去来去想要捌着这，而且圣经讲这是叫做污鬼，是比鬼更较冠上这个污，就是泰戈鬼这种的意思。所以讲到这，我感觉足清楚的。这段经文呢，而且来讲到有讲到4个无清气的所在，地区。动物
昏蒙甲鬼，有这4个无清气，会当讲是足无清气，更加是无清气。咱对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互鬼附身的人，伊所徛起的所在，会当讲这4个物件拢有。伊伫无清气的吉拉新的地区，伊的边仔还有人饲猪，伊搁住伫蒙仔堡内底，伊的身上还有鬼。你想这个人有可怜无？这互鬼附身人有可怜无？真正讲吼，用一句话讲，比悲伤更悲伤啊！有够彻底的悲伤。这个外邦人伫犹太人的眼中，伊是，我想伊是非自愿，诚做这个无清气。伊嘛是非自愿，诚做互歧视、互看袂起、互嫌、互拒绝。照即摆来讲，伊互隔离啊，他被迫隔离啦，住在这个所在。而且伊阁是无自愿，伊阁伊就毋是自愿的，互人用即个铁链啊，用骹扣来甲伊链条的，互隔离伫即个无清气的所在。哦，若讲到隔离吼，咱遮毋知有，可能真侪人即摆拢开始有即个经验吼，拢有真侪会友有捌吼，互隔离的即个经验。咱知影伫迄段互隔离的时间是真。安尼爱甲外口的人，一段时间咱袂当做伙接触。今仔日经文带互咱3个真重要的提醒。第一个，即个人内面有鬼，即个鬼是对外面来的嘛，踮伫伊的内底。毋过，咱问咱家己，即个鬼，咱敢有捌着？外鬼甲外鬼，咱若是拢有，咱要先看倒一个。咱看经文内面，耶稣规场内面甲问即个人问一句话是啥？耶稣甲伊问啥物话？来，咱来讲一解。你名叫啥物？你名叫啥物啊？你先甲你的名报来，我才要甲你讲话嘛。耶稣规场甲伊问一句话，讲你名叫啥物？伫耶稣未出现之前，咱看到即个鬼是偌笑着，是偌安尼住伫即个人的内底，来甲伊大大的控制。伊毋若附身即个人的身上，伊阁要用附身伫即个人的身上来彰显伊有偌大的能力。毋过伊踮伫耶稣的面前，耶稣对伊来讲，伊只有谦卑落来，伊知影伫伊的身上有极大的能力。耶稣对伊来讲，看到即个鬼，伊连安尼看都毋免，伊就问即句话尔定。即个鬼就秒拍，就投降啊！耶稣规场甲伊问讲：你名叫啥物？你名叫啥物？即句话其实是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提醒，真大的提醒。有当时是提醒咱，我们不要忘了自己是谁。毋通袂记起你家己是谁啊！咱应该，即摆应该爱做啥物代志？过来煞接我后一步，我过来要往倒位去？耶稣赶鬼，伊带有官兵，耶稣毋免伫遐甲伊舞，毋免伫遐甲伊伫遐一句来一句去，伊只要甲伊问讲即句话就好啊。你名叫啥物？即个鬼就对即个人身上出去啊。因为伫耶稣的面头前，伊啥物拢毋是。伫耶稣的面前，面对即个有大官兵的主。耶稣只有即句话就大有能力啊！你名叫啥物？一鬼就出去。现在的教会，现代的教会真看重话语顶面的见证，所以面对甲咱伫信仰无共款的人，甲咱对话的时阵，咱有真济的对话。毋过有当时对话吼，你敢有把握？你甲伊讲话，你敢讲会赢？有当时咱看到无共款的宗教，咱想要甲伊对话吼。中间咱家己本身准备了无够，咱敢若烂陷你到伫辩论的中间。因讲伊的宗教是好的，咱讲咱的宗教是好的，咱来一句话一句去没有交集啊，没有交集，大家拢是咧讲对方，咱拢是咧讲家己好，对方无好，到尾讲的了后，就尾嘛无一个结论。咱只要相信咱的是好的，咱所相信的是真理。你徛伫真理的顶面，你甲伊对话。有当时咱会想讲，
要为着要维护咱个宗教，咱要大声反击，咱要用咱家己的立场，咱的想法、咱的信仰、咱的所有的真理，要去甲对方来甲压落去，甚至咱看袂起对方的信仰。毋过我感觉这无法度通说服对方啊。咱看到耶稣讲的即句话，对咱来讲是一个什么款的教导？耶稣即句话是甲咱讲，咱要提醒别人是什么人进前，咱先爱安怎？咱先嘛爱清楚咱是什么人。我对真理的认捌有透无？我对真理有了解无？我对主的权柄有绝对的相信无？我对伫主的能力有完完全全的信服无？所以对伫安尼，咱俩对咱家己来了解，咱着避免落去到伫，互对方较赢，也是讲甲伫对方迄种无要无紧的辩论的内底，咱家己爱先知影，咱家己清楚咱是啥物人。有当时啊，咱咧指责哦，像即个岛内面，咱看到即个像即种即个装扮的人吼，咱看到讲啊，这是恐怖分子哦，咱看像安尼吼。塔利班也是讲啊，这可能是迄个盖达组织，咱的心内会真艰苦。讲看到即种人吼，较会安尼，常咧迄个伫全世界引起恐怖的代志。毋过，咱即摆会看到因像安尼，咱会惊。咱刚才伫中国世纪的时阵，哦，遐打着迄个亚十字架吼，遐十字军的东征，因安尼战争安尼过去了后。哇！因遮人，因迄个地区的人，因是偌惊迄个吼穿即种衫的人，看到遮个十字军的遮个军队，遮人会惊袂？过来用咱即站，咱知影吼，苏俄甲乌克兰之间迄个战争，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伫即件代志的内底，这咱知影。俄罗斯伊发动即场的战争，毋过咱敢知影，普丁伊的宗教信仰，我伫新闻内面我有看到，伫今年的过活节，哦，普丁嘛是照常，因为伊是迄个东正教吼，伊嘛照常伫过活节迄天，迄个时阵已经是战争的即个期间啦吼，伊嘛是伫过活节的即天入去到伫教会，甲大家来守即个礼拜。甚至伊阁爱负责点即个蜡条，率领吼，即个逐个人带领逐个人来点即个蜡条。大家敢知影东正教嘛是基督宗教的分支其中之一。有时面对敌的压迫甲攻击，咱常拢开出个时间咧反击对方，批评对手。毋过咱家己确实欠缺实际行动来做好的见证。咱家己本身无做好的见证，咱有当时会讲对方毋对，我去攻击对方有正当的理由，其实咱家己比对方搁较害，搁较歹。所以我要讲，要赶鬼，要赶别人的鬼进前，你是毋是会当先赶家己内面的鬼？咱先洁净家己，才会当。这是我。伫即段经文的中间，第一个，请咱来反省的代志，你内面有鬼无？你内面有鬼无？过来，经济甲信仰，也伫即个故事内面，这是第二个重点。你较看重的是倒一个？经济甲信仰。这第二个提醒，咱看到吉拉新的人，到尾仔因拒绝耶稣，入去到伫因的城内底。因为耶稣做什么代志？耶稣来影响到因的经济，因才损失这2000只的猪仔。我问咱，如果有一天，我会因为信耶稣的关系，我一定爱牺牲，也是讲弃杀一寡家己个人私人的利益，甚至我会失去我的头路，也是讲我的经济的支持会无啊无去。我是毋是会选择来接受耶稣牺牲者的？还是我会真自然的来拒绝耶稣，拒绝这个信仰？
我要讲一个故事吼，阮的教会有伫去年有一个姊妹来信主吼，即个姊妹伊来信主进前，我去甲探访。我讲哎哟你我讲我去探访的时阵，我第一届吼，毋敢入去人的伊开一间店吼，我第一届去伫人的店门口徛足久，我毋敢入去。一般来讲，信徒会厝里牧师去信徒的店探访是足自然的，我就入去嘛。我真正伫因门口徛够久，我毋敢入去，就总走总过工，我招我的长老做伙去，大家讲知伊开啥物店？开情趣用品店的，我毋敢入去哦。过来我招我的长老做伙入去啦我真正入去遐连四周围拢迄个商品我目睭拢毋敢看，毋敢看其他的所在，我敢敢看迄个我迄个对方尔。伫咧甲伊讲话中间，伊有真济生活上甲伊的生命中间有真济的痛苦。即间店是伊的囝开互伊伫遐顾的啦。开互伊顾的，伊一直嘛无想要做，要收起来。伊真较无会当来信耶稣所以阮用差不多半冬的中间带领伊，甲伊陪读佮互伊入去到伫信徒小组内底，互伊感受到大家温暖了后，大家迄阵已经毋免我讲啊，大家人因为要去遐探访，大家拢拄着甲我共款的问题，拢毋敢入去因为伊嘛是住伫迄间店内底啦大家人拢共款，拢毋敢去甲他探访，大家拢甲讲，你敢当迄间店，恁囝开咧行医啊，你莫顾你着收起来啊！大家拢甲鼓励啦到尾伊着真正惨要甲收起来，要惨甲收起来。伫这收起来过程，当然伊有真大的压力啦，经济要安怎？我要安怎来生活落去？上帝自然就有伊的方法啦，自然就有伊的办法啦。伊过来因为伊甲即间店收起来了迄网络啊、新闻嘛拢甲报呢，拢甲报，嘛伫咱教会附近尔好，所以即个代志安尼发生了后，阮教会人对伊真佩服啦，因为到尾伊是靠着信心，伊要跟对耶稣，伊知影伊袂当去开即种店安尼无见证。所以伊就断然来牺牲伊的经济，甲伊的生活的资源。讲到这，你可能会甲我有共款一个疑问耶稣啊，你敢有需要讲救一个人，为着要救一个人，牺牲迄个人的经济的支持？咱伫即个猪仔的即个故事贵妇生伫猪仔内面，这猪仔总是，咱想讲耶稣，你会当叫贵去附身伫其他的所在啊，还是讲走去别位啊？你为什么要互这个猪仔安尼来甲这个鬼做伙死啊？为什么啊？无可能，无必要牺牲迄这个猪仔啊？毋过耶稣到尾有啥物会答应？伊其实耶稣有伊的考虑啦。伫圣经的律法内面，咱知影猪是无清气的食物啊。所以伫以色列人中，咱捌听见有人牧羊咱听过有人牧羊人，敢有听过牧猪人？无人咧饲猪而且咱看到第一个看到这有人咧饲猪，这猪中是有人饲的。当然，这鬼对这个人的心情出来了后，主阁互伊附身伫这无清气的这猪群内身上的时阵。主稳准你是主稳准的其实主耶稣毋若要赶出这个人身躯的这鬼，要甲伊赶出来。伊阁要来解决一个问题，要解决这猪的无清气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人饲猪？到底是什么人咧饲猪的？其实若根据这外邦人，因的经济是无可能饲猪的。我看圣经的设计内面是讲这猪真有可能是犹太人饲的。犹太人家己无要食，毋过饲猪，
互人食。因家己感觉这猪仔是无清气的动物，因家己感觉无清气，毋过因却是饲来卖，庙只外邦人来食。所以耶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解决我细汉一直无法度人想。我讲为什么耶稣要牺牲这个猪仔？猪嘛是生命。原来耶稣所想的比咱所想的佫较远，佫较深。这叫做一石二鸟，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饲猪的人吼，虽然是损失惨重，毋过这叫做上帝的管教，主的管教，来管教伊袂当佫饲猪仔。毋过吼，咱知影吼，这管教当时也是真艰苦的。当时用管教的当时吼，你会足生气的。像我顶礼拜的父亲节吼，我伫阮教会我就有讲吼，恁倒一个人细汉的时阵吼，爸母管教的时阵，心内无生气的，佮讲，佮会感谢爸母的，请举手。无人举手嘛，但用管教的时阵，用跌的时阵，用修理的时阵，讲的时阵，哦，你敢知影？我细汉我佮互我妈妈生气甲举刀啊！你看阵偌歹落，所以伫迄个当时吼，足生气的吼。我讲是毋是？逐个迄当时拢会怀疑，心内拢有一个疑问，讲我到底是毋是你生的？哦，较会甲我讲我遮忝。所以咱着可见受管教迄阵，逐个拢是不舒服的，足生气的。毋过面对即个管教，有当时也是上帝要互你醒起来。毋过迄当时迄个人，我想这饲猪的人一定是醒袂起来啦。所以安怎？伊赶紧入去城内底，甲遐个人宣传啦，讲有一人叫耶稣啊，伊甲我这猪仔拢安尼害死啊吼！哦，伊遐马上甲全城拢报啊。所以这个故事到尾安怎？这个城内人拢走出来，伫耶稣还未入城进前，安怎要求耶稣离开？这敢有合理？这无合理啊！哦，这真正无合理啊！为什么？我要来讲第三个，到底耶稣甲鬼倒一个较重要？来，咱这个毋免，咱去做选择，咱做个咱讲答案。倒一个较重要？耶稣嘛，即个咱在场个人讲鬼较重要，无人讲耶稣较重要。照理来讲吼，这个鬼互赶出去啊，这个所在这个地区是毋是恢复安静、安宁？是毋是？哦，耶稣是替这个地区的人除害呢，耶稣是这个地区的人解决过犯呢，所以应该全城的人爱欢喜啊，爱感谢耶稣的拯救甲伊的大恩典才对啊！哦，我想这个互鬼附身的人，伊伫迄个地区一定是带来足大的问题、足大的困扰，所以毋只迄个地区的人用这个手链啊，吼，这个铁链啊，用骹扣甲这个人锁起来、绑起来。毋过这个人安怎？伊的力是偌大，会当踹断咧，会当踹断咧。所以可见这个人的能力，你看有偌大？啊，一定是造成迄个所在的人真大的困扰才对啊！吼。毋过咱敢较会安尼？足可惜的代志，全城人走出来，甲耶稣拒绝，讲耶稣你莫入来，拒绝伊，所以耶稣就离开啊。全城的人可见是较爱猪仔，较赢过爱人啊。为什么因会安尼？因知影，可能耶稣若入来了后，有可能会继续带互因更较大的困扰，是毋是安尼？所以因拒绝耶稣入来。照理来讲，一个人为着咱这个地区做好代志，咱应该爱大开大门，邀请伊入来对啊，因为恩人啦。毋过因应该是知影，耶稣还未入来，阮这个城内底，就已经互阮带来损失啦。若入来了后，阮的损失毋知佫较大啊未？赶紧停损。可能耶稣入来了后，发现哇，内面饲猪的人佫较济。内面伫遐做无好的不法勾当的人佫较济，内面伫遐安尼吼做足济毋对的代志的人佫较济，为非三者的人伫遐所做的代志，
伊看到一项解决一项，看到一项解决一项，到尾啊，毋知阮规城的人毋知挡会牢袂？因家己心内知的啦，耶稣若入来，阮就害啊，惨啊！赶紧拒绝耶稣走。所以，因毋若无对耶稣提出你互阮这弟仔死爱陪阮，因只有要求耶稣离开尔定，因为因知影，如果耶稣若来，因的损失会较大。其实耶稣的做法，伫遮甲咱教导咱，救人的灵魂是比即个世间任何的物质的价值搁较大。阿们。你有看中救人的灵魂无？一个看中救人的灵魂的重要的人，伊会愿意付出伊足侪的代价，伊只有为着要得到灵魂。毋过，遮个人因毋是看中这，所以因感觉耶稣若离开了，阮的损失会更大。因一定会伫遐算盘会跌的。当耶稣若走了后，这鬼会倒来袂？会啊。若是鬼佫倒来，也是耶稣继续踮伫遮，因会去比较啊。因比较了后，因考虑到尾选择鬼佫倒来无紧。鬼佫倒来无紧，耶稣毋通来，所以因甲耶稣拒绝。这是一个足严重、足错误的选择啊！兄弟姊妹，是毋是踮伫咱的生活中间，伫咱的生命内面，咱要因为你家己，你若是接受耶稣，你有可能会牺牲你的生命的某一款你介意的物件，所以你就毋敢，你也无爱。伫阮的教会，常常有迄个best 啊，是讲有新的人来了后，当阮一开始吃喝玩乐，大家斗阵做伙，拢会做好，做欢喜啊！因为踮伫阮的中间会做欢喜，嘛做热心。毋过若一旦阮入去到伫信仰真理的核心的内面，就教导讲，阮的教会是一个遵守真理的教会，阮袂当安怎？阮的教会袂当共借钱，袂当讲保险，袂当有足侪无好的习惯，袂当安怎的时阵，你会感觉伊的面就开始结规球啊！你会感觉即个人开始可能你甲伊讲说了后，有一段时间了，伊就全无来啊，就无来啊。因为即个人伊无爱去牺牲伊本身伊爱牺牲的物件。显然可见，即个人因的选择是甘愿跪倒来嘛，无爱耶稣留落来。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的教会有一个信徒是伫即个百货公司咧做柜姐，咱拢知影柜姐，迄个化妆品的柜姐，拢爱穿水水，伪装安尼，较水水。有一届，伊有甲我讲，牧师，我的同事最近有一个人怪怪，常常对空气讲话，常常迄举动拢无正常，我甲伊做上班，我足惊你敢会当去甲伊讲话安尼因为想讲牧师可能是迄电影大法师安尼当赶开，伊讲敢会当袂我讲好啊，所以我就安尼去找伊，去伊个上班的所在找伊即马我就招伊到伫边仔的迄个文化中心像讲出来迄个保险公司文化中心遐，伊即马就伫遐我就甲伊伫遐咧讲话，伫讲话中间我就感觉伊甲我讲话时阵真正有足侪的代志。我一般咧甲人讲话我拢习惯去看人的目睭，我会看伊的眼神。毋过以前人知影我的目睭甲伊对焦视你目睭相对的时阵，伊就马上搁飘去别位，伊毋敢目睭看我。后来我就一直甲看，伊无爱看我，就一直甲看，无爱看我，一直甲看。到尾愈来愈无正常。我到尾我看一部，我起鸡母皮，你毋知？连我也起鸡母皮。咱大家可能会晓斗鸡眼嘛，会晓斗鸡眼。斗鸡眼最简单，就是咱安尼看中咱两粒目睭来看中，一中伫对正。毋过咱感觉看过迄斗鸡眼目睭是看两边的，搁有当时一粒目睭鳞是顶面，一粒是下骹，搁有当时是即个目睭鳞顶面，即个目睭鳞伫下骹，你敢捌看过？毋捌看过嘛？我第一届看到，所以我就开始我起鸡母皮。因为我看伊的目睭，我搁看到这，我就知影伊内面有无好的物件。
无好诶物件。啊，迄个伫迄个中间，我就感觉讲吼，这代志真大条吼。啊，所以我就甲伊招，甲我约时间，讲啊，你当时休假，你敢会当来我诶教会？吼，来教会，我要来吼，甲你吼做一个对话吼，啊，伊甲我讲好吼，愿你来我诶教会。啊，结果吼，伊就照时间来。当伊来诶时阵，我就招伊伫即个礼拜堂，吼，诶，即个讲台对面，我就为伊祈祷。哦，啊，就祈祷了后，就开始伊内面伊迄个鬼吼，就挡袂牢啊吼，就开始就伫遐安尼掠讲啊，就举起来啊。哦，啊，伫迄个正常诶中间吼，我就奉主诶名甲赶。我就伫遮学耶稣所讲诶即句话，我也讲你叫啥物名？伊就开始吼用足侪无共款诶声音甲我讲话。哦，一下是查甫诶声、查某诶声、老人声、囡仔声。足侪无共款诶声甲我讲话，我问讲伊叫啥物名，伊就甲我回答，亲像圣经所讲，讲我诶名叫做群，我名叫群啊。哦，啊，伊搁甲我讲遐话，我一直搁奉主诶名，我掠伊诶头甲伊诶头，迄个头毛甲伊剪咧吼，甲伊掠咧缩咧安尼，啊叫安尼甲伊饲咧伫叫讲台头前，奉主诶名甲赶。啊后来伊搁甲我讲，我为虾米要甲赶？伊甲我讲，伊踮伫即个人内底已经安尼将近20年啊，已经好势，有啥我要甲赶？哦，啊，我也讲你本来就不应该伫即个所在。伊去甲我讲，这是伊求我入去的，哦，伊求我住伫伊内底啊，哦，啊，所以伊就即个鬼就甲我对话，一直甲我伫遐讲。啊，尾仔甲我讲，伊去甲我问讲，伊若出去了后要去倒位？我实在袂晓讲，我也讲无论你去倒位拢无要紧，你离开即个姊妹内底。用主的名甲赶在中间，到一直甲服侍，服侍到伊到尾仔，伊就阵啊规个人我瘫落，拢啊伫讲台顶面，我困要半点钟有啦，吼，我就知迄个鬼出去啊。当迄个鬼出去了后，我甲即个查囡仔讲话讲，你拄仔我咧甲你讲话的代志，你敢知影？伊讲伊拢毋知影。伊讲我一开始咧家祈祷的时阵，伊人就戆伊啊，伊人就失信伊啊。伊讲后来什么代志伊拢毋知影。啊，所以我后来我也讲，我拄则的情形安怎？我甲讲，讲了后，我甲伊讲吼，你真爱细记，因为鬼即摆出去啊，伊只是暂时的尔定，伊会阁转来。所以你要继续追求这个信仰，互主踮伫你的内底。你要确定你的内面，哦。迄个位是爱有主来充满你，主爱甲你同在，这鬼才毋敢过来。啊，所以我一直安尼甲伊讲的时阵，伊甲我讲好。伊讲伊迄时阵，伊才有讲袂出的迄种的爽快吼。啊，伊会愿意过来。啊，我阁甲伊约好，讲安尼明仔载好无？吼，明仔载阮有我会阁招几位姊妹来甲你陪伴，而且为你守望祈祷。哦，啊，请你过来。所以无拍算吼，即摆伊怎转去了后，伫隔工伊还袂来进，迄个时间袂到进前，伊先敲电话互我，伊讲博士，我毋敢去恁教会啊。哦，伊讲伊昨互伊的男朋友啦吼，伊从伊昨伫阮教会转去了后，互伊的男朋友突然间对伊的公司怎转来哦，转来就甲伊质问一个问题，讲你拄则走去佗？哦，伊讲是安怎？伊就甲伊讲我拄则去教会。哦，所以讲伊的男朋友马上甲伊拍啦，甲伊摸啊。啊，所以讲伊阵吼摸，伊讲我即摆规面乌青吼，啊，我即摆毋敢去恁教会，若互阮男朋友知影，我就搁食力啦。我讲恁男朋友较会知，伊讲应该是伊内面所拜迄个吼，伊内面附身迄个鬼去遐讲。所以当拄着即个代志的中间，伊也毋敢过来，伊嘛甲我的信徒讲即件代志，讲伊毋敢过来找我，所以我感觉真可惜，真可惜。鬼有转来无？有。我想迄个鬼啊，马上搁入去到伊的内底啊。毋管伊的男朋友是，伊甲我讲的是毋是伊男朋友是毋是真正发生迄个转来甲伊拍即件代志，伊毋敢来。
啊是迄个鬼佮倒来到伫个内底，互伊讲白贼，啊，互伊即话以后毋敢来找我。总共的结论就是，即个鬼佮倒来。我伫进前，我佛西教会伫迄个火车站的边啊，迄阵我甲我的主任牧师有为着阮教会一个信徒赶鬼，阮伫遐甲赶鬼的时阵了后，我就开车甲伊载转去伫迄个教会到伫火车头伫边仔尔当阮我开车到伫迄个圆环的新上的，伫遐圆环附近的时阵，迄个信徒就甲我讲，牧师，迄个鬼佫起来啊！迄个鬼佫起来啊！佫起来伫伊身躯顶啊！我讲，怎个马上我翻头，佫倒来教会，佫甲服侍。迄个鬼倒来足紧的。毋过，兄弟姊妹，如果伫咱的内面有主耶稣甲咱同在，咱会惊鬼袂？咱就袂惊嘛。我甲即个姊妹服侍，我嘛甲其他的人服侍，我拢有一个足大要求，讲当你内面的迄个污鬼，你内面的迄个不好的物啊赶出了后，你内面的迄个胃空落来，你一定要想办法，将主的疼，将主的恩典，将主耶稣互你伫伊的内底，就亲像圣经内面所讲的，即个葡萄树，即个枝爱黏伫葡萄树的顶面。所以，伊才能结果子嘛。如果咱的生命内面，咱嘛无主甲咱同在，咱真容易犯着鬼。一个人为什么会惊这灵界的代志？一个人为什么讲伊有迄个灵异的体质？就是因为伊内面有鬼，所以伊会惊。如果一个人伊来信耶稣了后，伊会当改变伊的灵异的体质，变成做属灵体质，迄毋是非常的赞，非常的好吗？哈利路亚！所以信耶稣了后，咱无可应该爱有灵异体质啊！你敢知？有当时我有当时会听到基督徒讲，我有完即摆有灵异的体质。我讲毋对，你只袂当有灵异体质。你即摆爱有属灵体质，你即摆爱对伫属灵的代志足敏感，你袂当对伫迄个互你会惊的代志敏感。姊妹，咱若内底有主耶稣，主。圣神所充满的9项果子，你知影有倒9项无？一定会常常踮伫你的内底，互你会当照实结果子。阿门。感谢主。所以牧师，我要真诚实甲你讲一件代志。咱有当时咱直接面对一个咱无啥敢面对的真相，所以就是咱口口声声讲，咱尊重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甲伊的意义。毋过咱常常拢是嘴讲讲的尔定，比起生命的价值，有当时咱较看重的是家己的利益。若是要互相代价，当时会搁较考虑啦。我要讲的就是讲，咱拄则我是问咱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讲，爱一个人的灵魂，一个人的灵魂的得救，对你来讲有重要无？咱拢讲足重要，对无？毋过咱若是为着要爱即个人的灵魂，关心即个人的灵魂有得救无得救，爱你为着即个代志互相代价，你会愿意袂？你会愿意袂？所以我要甲咱讲，介绍甲价值的问题。今仔日我要搁一摆提醒你，对伫看重生命的眼光。甲要互你注神注目伫救人灵魂的大使命，即件大代志的顶面，继续较重要是价值较重要。继续价格、甲价值、价值，搁一项对你来讲较是重要的。咱家己去想看觅，如果你做即件代志会当救人的灵魂，会当互人灵魂得救。是毋是值得你互相你的代价来去帮助伊，互伊灵魂让得救？就亲像主耶稣为着咱互相伊的生命的代价，为着要拯救咱共款。耶稣甲伊的命拢会当互咱啊，咱阁有啥物代志袂使为着爱灵魂会当互相互别人？我知影这是一个足难的功课。
足学的功课，毋过这是咱所爱学习的。请咱好好为着即件代志，伫你家己的心内的迄个天平顶面来称看卖啊，倒一样代志对你来讲较重要。有当时啊，即个价值观的冲突，会互咱感觉讲，哦，为什么吉拉新的人要求耶稣离开？甘愿选择猪嘛无爱耶稣，哦，甘愿选择猪嘛无爱耶稣，哦，敢讲耶稣比猪较不如嘛？你感觉即个人吼，吉拉新的人，恁感觉伊是公还是可哦？哦，恁感觉伊是公还是可哦？我感觉两个拢有啦。搁一摆，重新倒来到伫今仔日的主题，咱再来读一摆好无？来。无付袂起的代价，只有看袂见的价值。如果今即件代志对咱来讲是有价值的，付上搁较大的代价，咱嘛甘愿。哦，连昨仔有一个教会信徒，我咧甲伊讲话的时阵，哦，伊甲我甲伊问吼，问讲，哎，某某兄，你即摆退休啊，应该较用啊吼，较用啊吼。伊甲我讲，牧师，我即摆搁较无用咧。哦，伊马上摕伊的迄个课表哈，伊课迄个行程啊，逐工的行程，互我看，我看加一条讲，哦，真诶咧，密密麻麻，真正比哦，真正做着代志，我讲，哦，真正做无用啊，哦，你毋知伊顶面写啥？逐工爱做代志，你毋顶面写啥？伊逐工着哦，7点外着爱爱载囡仔去读册啦，毋是囡仔孙啊，有4个孙啊4个拢读无共款的学校。吼，爱载迄个啊，转来爱搁载另外一个吼，啊，逐个无共款的时间爱载出载入，啊，毋但安尼尔呢，话中昼就转来安尼，吼，啊，话下晡放学呢，放学毋是转来哦，爱去佗学载艺啦，学游泳的啦，学踢空手道的啦，跆拳道的啦，吼，学去补习班的啦，才艺班的啦，吼，啊，搁介无共款的所在，伊讲请吼，伊就载毋着位啦，载毋着孙啊，啊，载毋着位。啊，怎啊去转来爱去换人哦？所以常常安尼，伊讲我即摆吼哦，比我上班搁较无用，搁较烦啦。哎，是毋是安尼？毋过我也讲，你某某兄，毋过你安尼知吼，我感觉你讲这个代志，我无感觉你的面由头到尾的，你嘛是笑笑甲我讲的。伊讲嘿啦，载孙仔总是较欢喜啦，是载家己的孙仔，毋是载别人的孙。伊甲我讲的即件代志，互我要反映即件事啦。这敢爱付出代价，敢咪爱付出代价啊！哦，你爱再出再入，爱付上你的时间的代价，爱付上你做这哦，你爱你付上的这做这代志的成本啊！毋过安那，又迄是你的孙啊！你看会着价值，你知影这孙啊去读册有利益，你知影这孙啊去学载艺有帮助，所以你看到的是迄个即件。你做即件代志背后的价值，比你付上的代价搁较有 CP 值哦，搁较有路用，所以你甘愿付出这个代价，是毋是？哦，所以伊讲安尼是，感谢主。那万以后咱做个代志的时阵，咱会当想搁较深的，想代志的价值，较赢。你思考我会付上什么款的代价？咱做来祈祷。是阮的大主宰，阮的主耶稣基督，阮感谢你，阿罗你，哈利路亚！那这时刻，阮恳求你帮助阮，将阮的目睭，互阮注神伫你所互阮的真理甲教示，互阮目睭所看到的，永远是透过信仰真理的眼光，以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以主的目睭来看这个世界，互阮看出的是你爱阮做啥，你催逼阮做啥。你意爱阮做啥？阮做什么代志，还会当得到你的欢喜？阮用安尼来过一个英雄佮益人的生活，免抵到阮和你到伫一个用世俗人的眼光，以阮家己个人的利益来做判断的条件。恳求主帮助阮的生命来做一个好的调整，也求主帮助，互阮的生命会当永远甲你同在。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吟回应的是圣诗373首，
圣诗373首，救主耶稣我立志。即时为着要报答主的恩典，请咱大家用甘心奉献的心来奉献。
同心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请坐。这时我来报告。首先咱要来礼拜三8月24日，巴吉的圣经学堂咱圣经的所在是马可福音第11章，咱要对第1节到14节，请兄弟会当事先来准备，嘛欢迎兄弟会当做伙来线顶来参与这个圣经学堂。第二，本主日是台南中会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的交换讲台，咱中会派民族路教会纪家信牧师来咱教会讲道请安甲报告，请兄弟为着台南中会教社部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咱教会老牧师前往三一教会王cường传道前往桂林教会来讲道，请代祷。第二8月28日主日是咱本会青年牧区的奉献主日，请兄弟为本会青少年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伫迄一天下礼拜中，咱老牧师要为这个主日学这个学生因的成绩做祝福的祈祷，愿主赐福。搁过来就是咱教会姊妹杨淑玲姐妹，伊的妈妈杨丹金花姊妹，伫8月15蒙主恩调，永年91岁。要伫8月27要来拜六上午9点，伫市立殡仪馆华裔祠间来举行一念礼拜，9点半个别礼拜，愿主安慰遗族。过来咱教会要开第2期齐声讲阿门这个课程要来用腓立比书做研读的经文，上课的时间是9月24、10月初8、10月22、11月初5、11月19、12月初3、6次。上课的时间是拜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欢迎兄弟来报名来参加。过来，咱的这个暑假渐渐要结束，教会有为着儿童来办理一个儿童智慧的修心营。这个时间是8月26到8月28。最主要就是要互这个儿童要来抄圣经详时要来检验因的暑期的这个功课是毋是有做了所以伫对象是升国小1年级甲6年级的学生请厝内有这个对象的咱拢会当鼓励因来参与这个修心营，报名到8月22来结束。来上年大学的报告，2022年秋季班要伫8月31日礼拜三上午9点来返校注册。欢迎55岁以上的兄弟报名参加。
上时伫9月初2拜五上午10点要来开学感恩礼拜伫伊丽莎白纪念教堂。9月初7迄个拜三上午9点要来补办2021年度的毕业典礼，上时正式来开学上课。过来是介绍咱有李素边姊妹来到伫咱的教会参与，甲咱做伙参与礼拜请你起立伫后壁的所在真感谢你欢迎若时间过来，伊是路德长老教会的兄弟搁有2位是对台北公馆教会有江玉珍刘敏元2位来到伫咱当中做礼拜愿主甲恁祝福甲恁同在。好，以上介绍。即时咱三个来吟祝福车恳，是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说请义牧师为咱来祝祷。甲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三位一体的上帝荣光，就是圣父上帝、圣子救主耶稣基督、圣神保惠师，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灭倒。
这互相请安。